2022年台北客家移民嘉年华记者会正式开始。2022年台北客家移民嘉年华记者会正式开始。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记者会的主持人周宗翰，阿宗翰，大家好，大家早。耶！我们来点热烈掌声哦，在这个早晨呢，给大家一些活力。今年呢，客家移民嘉年华呢在台北举办，很不一样哦。我们的主题是移民35客家潮，35呢就是我们过去35年来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而客家潮除了客家之外呢是。客家送安一个醒龙潮，由我们的年轻人一起来加入，所以我们一开场呢，就要欢迎到台北高中的学生 Hell 嗓影带了给开场表演，舞动新浪潮，舞客醒龙潮。移民來到台北，開闢新嘅世界，俺都嘅學生意，俺都來重要嘅。俺想讓你講耶，什麼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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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t me everywhere, I got me 都什麼 I got me everywhere, 什麼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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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Here's your chance, be a man, take my hand, understand. I don't want no minute man. Big fat thing overflowing. Skin tight dress couldn't hold it. Way too thick like it's swollen. Girl, you're too bad and you know it. When you drop down, lose focus. When I think clap, that's a bonus. That cake looking appetizing. Backpack food, that's a crisis. Left cheek, right cheek, left cheek, right cheek, left cheek, right cheek, left cheek, right cheek. Tip top, tip top, tip top. Chains on, got me looking like a disco. Who that be? In that drop, be Mansari. Who that be? Blowing gas at the Rari. Fresh vanilla smooth like 100-year wine. And I sneak up from behind.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sign? Huh? Wine for me, darling. You wanna dock in or fly out? Wine for me, baby, darling. you wanna lease, rent, or buy out? Wine for me, darling. And that money keep blowing, swat, shorty, tip tongue. Got your left cheek showing, mama. When you tiptoe, say your sign, say your tiptoe. When you tiptoe, no brakes when you push that back. Left, right, do it just like that. All tight when you tiptoe. When you tiptoe, one time, two time for the DJ tiptoe. Blow the dice for me. Put your pretty ass lips together, blow it real nice for me. Yeah, I'm trying to hit a lip and slide to the dealership in the morning. Wow, Papa need a brand new foreign. High hand, they not gonna believe me, but check the recording. Ooh, just touched down, up a few
热烈掌声给台北高中的同学们 ，Let's go！ 谢谢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可以看到呢，同学很用心的把客家花布、法布呢、劳力马，还有客家的斗笠呢，作为他们舞蹈元素共同结合。今天的活动一开始呢，就以街舞开场哦，也是向大家呢宣告说，我们这一次的客家嘉年华的活动呢，是以嘻哈整个主题来包装，其中街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非常感谢他们，我们再次热烈掌声，谢谢他们，好不好？2022年的台北客家艺民嘉年华呢，从10月22号到24号，会在中正纪念堂的两厅院艺文广场扩大举办。那因为今年呢是艺民35周年，所以呢除了我们强调源远流长的客家传统文化呢，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要把年轻人后上瘾来落来哦，客家文化应讲是推最进步沙飞改编哦，因为天天后上瘾来做改编，一起呢来把更多的年轻人融入在我们现代的客家文化当中。过去35年呢，能够累积这样的成果，其实非常的不容易。现场所有的长官跟贵宾呢，其实都付出了相当多的心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来一一为大家介绍今天莅临的长官与贵宾。当我介绍到的时候呢，请我们的长官贵宾可以起身跟大家挥手打个招呼。第一位，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台北市政府陈志明秘书长，台北市政府陈之敏秘书长。第二位长官是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徐世勋主任委员，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启思云中义委员。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我们的活动副总召尖端一的苏文龙董事长，欢迎苏董。台北市苗栗县同乡会的张茂南理事长，欢迎张理事长。台北市新竹县同乡会的黄清富理事长，欢迎黄理事长。台北市中原客家重振会的曾立清理事长，欢迎来到现场支持，以及我们中华民国平面媒体联谊会的邱荣光会长，欢迎 QV 总。接着为大家介绍的是台北市客家里长联合会的沈凤云会长，欢迎也来到现场，以及中华世界客家妇女协会的吴秀媛理事长。同时，今天莅临的贵宾还有台北市飞凤祥和促进会的刘新郎理事长，欢迎。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吴聪娇市政顾问，欢迎我们的市政顾问一起来到现场支持。接下来呢，要欢迎客委会的委员，第一位要欢迎的委员是陈月娥陈委员，欢迎您。吴国志吴委员，黄炳喜委员，欢迎黄委员。刘碧贤校长、刘告总，欢迎你来到现场，以及我们长青客家会刘金昌荣誉理事长，欢迎刘理事长，以及我们景庆里的黄风广里长，欢迎。我们今天呢还有很多的教育中心的班长也来到现场，我们一起跟大家挥挥手，好不好？都是我们在地方呢传承客家文化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哦。因为客家文化真嘅唔關係客家話，也係客家嘅文化，真嘅靠大家來傳承啊！在公眾呢非常嘅重要哦。那除了我們現場的這個教育中心班長之外呢，還有現場的客家好朋友，我們都熱烈掌聲歡迎，好不好？歡迎大家在這麼重要的時刻呢，一起莅臨出席支持。那麼同時呢，也要介紹今年呢很重要的一個活動，也是其實往年都會有的，就是我們的客莊市集哦。我們精選了很多的客莊呢的經典的一些意象啊，或者是物品的代表。那今天也有6個攤位代表來到現場，我們為大家一一介紹。第一個就要介紹的是淨覺茶、潤覺茶，我們請負責人跟大家揮揮手，好不好？以及世外仙境、貓狸客家美食坊、人山草、美角美嘎，以及一同享宴。那待会呢，我们的记者会过后呢，这些摊位都还会在现场哦，所以欢迎各位的乡亲好朋友，可以现在呢就抢先体验一下哦，来抢先跟他们交流互动一下。他们都带来非常经典的一些客家的礼品或者是食品，谢谢他们。我们客家人呢非常念旧，安义讲
是顺眼多顺眼头，是够子为白薯条。35年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哦。从1988年呢，我们举办第一届的客家移民季以来，是民间团体发起的，一直到2000年呢，有1万人共同来响应，在台北市这个地方。同时呢，有超过1000人来共同举行我们客家人很重视的很多凯胆风帆哦，这个意向有1000人来参与。到了2003年呢，台北市成立了客家事务委员会。这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真的是很辛苦哦。唔好讲多流血啦，唔过流汗流目子，他一听而以为啦，哈，这么辛苦的打拼，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要邀请大家欣赏一段35周年的回顾影片。热烈掌声！台北市呢，作为台湾的首都呢，在推广客家文化上面一定有领头羊的工作。那我们也知道，台北这个大都市呢，汇集了来自全台各地、外岛，甚至是世界各地的民众，世界的客家。我认识很多马来西亚人、印尼人，他们也是客家人哦。如何在台北市首都这个地方呢，持续推广文化呢，一直是台北市政府很重要的任务。而过去呢，也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呢，持续来推动客家语以及客家文化。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的徐世勋主任委员来为我们致辞，分享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的起司民主民委员来讲几句话。欢迎徐主委。秘书长，张曼兰议员，采购各位所有理事长，还有俺嘅班长，所有乡亲好朋友，大家好。好。我想首先哦，真敬我非常感谢采购各位所有嘅俺嘅客家嘅长辈，还有客家嘅领头人吼，因为俺讲哦，35年前开始啊，俺嘅提出摆到特别是来办俺嘅移民家研发法通，嗰个时代系俺嘅社团自家来办嘅吼。但是时间讲到嘅35年一下是够嘞哦，35年以后哈，两摆因为当然在2022年推办移民家研发法通35周年，两摆呢到时间讲按家以后，上会来办好冇强容嘅移民家研发法通，两摆主题系客家操吼，我想提自家可能啲讲到都回去啊，客家。老影响好冇强容，同影响特别是做啲客家做啲当流行，客家做啲当国际化，是希望讲本所有嘅市民朋友，大家有机会来认识冇强容嘅客家。所以呢，礼拜新嘅22號到24號到中正紀念堂，咪希望大家真緊做啲來參與移民法通吼。我上禮拜呢，因為35周年，繞牆道全台灣35件公廟吼，移民繞到中庸宮來到特別是來強下來為咗過去3年來疫情嘅關係，強下來到特別是來祈福吼，希望來保佑特別市民，保佑台灣，保佑全世界做啲平安吼。所以我想非常感謝大家，很希望講吼，大家禮拜呢係貴府海人強下來參與，因為我嘟嘟講咧今年客家操啊，是希望講本嘟嘟有看到後生朋友在跳舞，上回本記到來真緊參與客家法通，來認識客家，來了解客家，未來呢讓強下來傳承客家，我想呢度都回去非常的重要，咪拜託大家吼，到轉起府下強下繞牆貴府海人強下來參與，我想這一次呢。我們要非常感謝在座的所有客家長輩，在過去這35年來哦，為我們這個客家的不管
文化语言的传承付出很多，所以35年非常的不容易。从1988年第一次举办是民间来自办，到现在35年后，有在座的还有这么多长辈们和我们一起在努力打拼。我想今年的这个主题客家潮，最主要希望让年轻朋友们也有机会来认识不一样的客家文化。都会区的客家文化跟原乡不太一样，我们希望让他们看到的是很潮流、很国际化的客家艺文表演，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参与认识这个很不一样的客家语言，非常优美的语言，非常好的文化。那我想在10月22号到24号，欢迎大家所有年轻朋友们还有我们乡亲朋友们，大家邀请全家人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客家艺民嘉年华活动，在中正纪念堂哈。那同时呢，我想今年今年美东南的客家文化主题公园都2个礼拜哈，后年应该可以馆嘞哈。这个10月15号，我们客家文化主题公园要开馆，所以呢，今年是整个客家的台词经，台北客家的台词经哈。今年是我们台北客家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努力哦。那我想这个市政府呢，长期以来非常支持我们客家的活动，那我们也希望在所有的市政府的团队，还有我们乡亲朋友、我们市民，然后还有各客家社团，大家一起努力一下，我们可以让这个都会区真的看到很优美的语言然后能够感受到很优美的客家的音乐。那我希望说，这个未来呢，大家会觉得客家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未来呢，大家做的感觉客家是应该设法的一部分哈。所以到那边是希望大家赶快来参与。最尾呢是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希望大家安之西柔软。谢谢徐世勋主任委员。刚才呢，主委已经提到了今年的主题客家就是潮，为什么这么重要把客家人拉进来呢？因为我们知道，一共凤梅做过强梅来，单滚做过嫩笋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红梅呢在收成之后呢，就是青色的梅嘛。那我们这个凯达这个蛋呢，其实也是从竹笋来的。客家文化是要这样一推传一推。那我们客家老祖先呢告诉我们说，应该客家发，还有我们客家文化做我们的 vote 这样的精神呢，一定要好好的来传承给我们的客家子弟们，这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客家就是潮如何呈现呢？刚才大家在活动一开场已经稍微听到我们今年的主题曲。这个主题曲呢是由客家知名音乐制作人彭博义来编曲作词。那我们邀请到呢现在非常火红的男明星蓝地来编舞，共同制作的活动主题曲。希望呢借由这样子的流行的歌曲推广呢，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呢共同参与在其中。这首歌的歌名呢也非常有意思，叫做承蒙台北，圣蒙台北。我们都要谢谢台北，我们能够在这一块土地上面呢安身立命，好好的传承客家文化。接下来呢，我要欣赏一段影片带大家欣赏一段影片。待会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徐世勋主委呢，带着我们客家老中青3代，从我们今年活动的会场总针金央筒跳到我们的年轻人代表的地方西门町，我们一起呢来共襄盛举，热烈的来举办这样的盛典。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掌声鼓励来看这一段客家新浪潮影片。You're listening to ABF Beats. 非常洗脑的词哦。移民來到台北，開闢新嘅世界，俺都該學生意，俺都來中熬夜。俺想讓你講耶，什麼什麼，什麼什麼，哎，什麼什麼，什麼什麼，客家人 everywhere， 客家人都什麼，客家人 everywhere， 什麼什麼。我们看到我们的徐主委以非常流行的穿着，牛仔裤搭配白衬衫。哇，好像蛮少看到我们的徐主委是以这样的形象现身的哦。2022台北客家年假年八八通，从10月22到10月24，在中正纪念堂2厅院艺文广场热闹举办，乡下累了。
好，顺着这样子的热闹气氛呢，要让大家在现场体验。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民生国小的同学们，一起为大家带来这一首《承蒙台北，圣梦台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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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你面來到台北，可以披上嘅世界，按到嘅學生意，按到嚟中央嘅。好，我们看到大家现场都拿起了相机，捕捉我们小朋友跳舞的可爱模样，可以一起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I got it everywhere, I got it都什么 I got it everywhere， 什么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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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烈掌声！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嘛，我们要一代传一代的精神。所以我们民生国小的小朋友呢，来到现场呢，当然不只是这样。现在我们的小朋友们呢，要邀请我们所有的长官贵宾，我们一起原地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跟小朋友，其实我觉得主委好像也可以站到前面来哦。主委是不是可以站到中间来跳一下？好，我们要准备跟着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来跳这首《承蒙台北》。非常洗脑的旋律，加上简单的动作，我们大家现在都要动一动，防疫动一动哈。邀请所有的朋友一起参加。好，我们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徐主委也站在中间了，再次热烈掌声好不好？非常的厉害哦。大家准备好了吗？好，我们主委请上台，请上台。好 ，OK，Are we ready? Yes. 好，我们请老师音乐请下。什么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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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你面來到台北，可以披上嘅世界。按到嘅學生意，按到嚟中央嘅。愛上人伊講耶，什麼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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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t it everywhere, I got it都什麼 I got it everywhere， 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么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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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谢谢，谢谢我们同学们以及我们的徐主委，也请大家可以回座休息。那我们小朋友们还在台上哦。好，我们今天呢最高潮的要来了，我们接下来小朋友要再跳一次，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位神秘嘉宾现身，让我们热烈掌声再次欢迎民生国小的同学们带来这首《承蒙台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家期待一下啊！什么什么，我们热烈掌声，一起动起来，原地也可以动，在座位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面來到台北，可以披上嘅世界，按到嘅學生意，按到嚟中央嘅。歡迎原子少年的舞蹈擔當蘭迪現身會場。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I got it everywhere, I got it都什麼 I got it everywhere， 什麼什麼。
什么什么什什么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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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谢谢所有的同学们，我们先请同学们回座，请兰弟留步，谢谢同学们辛苦了。好，谢谢你们，哇，我们的同学们跳了3次啊，非常非常洗脑的歌曲，而且很适合，其实在各个学校里面推广，对不对？我们希望每个老师都可以听到这首歌。今天我们的原子少年舞蹈担当兰弟来到现场，当然要特别访问一下。刚才说很难得的机会，已经有粉丝开始在准备捕捉今天的画面，很多粉丝来到现场。兰弟这一次呢，跟客家有关的创作，是你第一次尝试这么做吗？我是第一次尝试跟客家有关的创作，但是跳客家的舞不是第一次。就是小时候大家小学应该也有跳过一些客家的舞蹈吧？有吗？有吗？那个什么天空啊，落水哟，阿妹呀，哦，这首也是太差了吗？对对对，有蛮多的，有蛮多的。对。OK， 那这次创作起来呢，你自己想要加入的元素是什么？你想到客家新浪潮，又要带上街舞，你自己想到你要怎么样把这个元素融入在客家里面？对，因为这次的活动叫做客潮嘛，对，所以有个潮字，我觉得比较希望可以用一些就是比较流行的元素带进客家的歌里面，这样。然后他的歌里面也有一直唱到那个行蒙。什么？我不太会念，没关系，叫什么？谢谢的意思。什么？对，谢谢。所以我的有一些动作就是很简单，谢谢的动作有一些意思在里面，就是简单明了又可以让大家很好学习的舞，这样。谢谢兰弟。那当然呢，今天难得来到现场，我们还是要学几句客家话，我们基本还是要会，好不好？好的。我们来讲，大家好，我是兰弟，承蒙客家这首歌名好不好？大家好，你会讲吗？我们老师已经都发声了。大家好，大家好，好，大家好，我是兰弟，叫做矮黑兰梯。大家好，乃黑兰梯。不错不错。好，最后一句，什么台北？什么台北？哎，怎么讲像英文？英文台北。什么台北？台北。什么台北？好，非常有诚意，我们热烈掌声！谢谢你今天惊喜现身，辛苦了，谢谢。好，我们很难得邀请到现在当红的我们知名的男星来到现场，所以呢带动了现场的气氛哦。那就像我讲的，因为呢台北市政府呢非常重视这一次的活动，所以我们一定要呢把所有流行的元素呢，同时不要忘记我们客家传统的文化，把它呢精彩的结合在一起，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而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位长官，也想要邀请他上台为大家打气跟鼓励，让我们一起邀请台北市政府的秘书长陈志明陈秘书长。欢迎台北市政府的秘书长陈志明秘书长。参加这么多的活动啊，突然觉得自己年轻好几岁啊。从看到台北高中到民生国小这样一个街舞表演哦，我觉得真的是不简单。好，那个客委会许世勋许主委，还有台北市议会张茂南张议员，以及所有的现场嘉宾。还有我们媒体朋友，大家好，刚刚学的。今年是台北客家艺民嘉年华活动第35周年，同时也是本市客家文化主题园区空间改善之后重新开张的一个日子。所以今年我们特别邀请到全台35间的宫庙里面的义民爷或是忠勇宫来到台北。那当然。我们今年也会特别将像刚刚提到的挑担奉饭，还有创意踩街这样子的活动规模给它扩大。今年活动的主题就像背板这张写的哈，刚刚提到的客家草。那客家草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新潮流，还有像传统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元素呢，把它结合在一起，那重新来诠释。当代的一个客家精神，那吴一飞呢，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朋友一起来参与客家的活动，当然也因应整个活动规模的一个扩大，还有很重要的，我们要强调
客家文化的这样一个传承。所以在徐主委的一个领导下，我们今年特别的邀请以家庭为单位的这样一个挑担奉饭的竞赛，还有刚刚像年轻朋友以高中职学生为对象的创意踩街的街舞竞赛。那另外在现场有中正纪念堂这一边，还有2厅院，我们也规划了像亲子体验还有手作这样一个专区。那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呼朋引伴一起来参与这样一个活动。最后，我仅代表台北市政府祝福现场的各位嘉宾还有媒体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喜姆尼，俺是谁？谢谢大家。谢谢，我们请我们的陈秘书长留步哦，同时要邀请徐世勋主任委员到台上来，准备进行我们的启动仪式。这一次呢，我们是以客家潮流作为我们的主题特色，我们要把客家呢跟视觉文化，刚才有讲到嘛，嘻哈是我们贯穿整个活动的元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涂鸦 graffiti， 所以我们特别呢也荣幸邀请到了我们的视觉艺术家、街头潮牌 Creation 的创办人兼设计师陈文修阿修老师来到现场，来为这个启动仪式共同来做揭幕。好，我们看到我们的徐主任委员，还有我们的陈秘书长，现在已经在准备了哈。这个涂鸦呢，过去是街头文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象征。不过今天呢，涂鸦不止在街头现身哦，也已经在呢很多的艺术殿堂上面呢，以及很多的拍卖会上面都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知名的我们的喷漆艺术。所以今天我们涂鸦艺术家阿修老师呢，就要带着大家来看一下呢，还有带着我们的徐主委以及陈秘书长。来用喷漆的方式，把我们的艺名35客家潮这样的数字把它填满。我们准备好了吗？好，我们首先呢要邀请我们的阿修老师，把我们今年重要的数字35用喷漆的方式喷上去。好，35啊，我们的涂鸦创作，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验哦？你大概有看过涂鸦吗？按用个缝色哦，用剑先剑出来，给这样撕，再用喷漆不同的颜色。哎 ，very good，very good。下面呢，台北是不是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我们哪一位？我们的秘书长还是徐主委先呢？好，我们秘书长先哦，帮我们喷出台北这个字样。其实你不要看这样喷漆哦，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你要掌握那个漆的浓淡程度，然后呢，有时候要拿近，有时候要拿远，那会影响到呢最后的视觉创作。我们的阿修老师呢现场指导。我在想，我们的陈秘书长应该过去应该没有这个涂鸦的经验，马上强调没有。好，颜色也很特别哦，是一个绿色、亮绿色跟亮粉红色的结合。好，接下来。我们的徐主委帮我们的哈卡上色。好，我们来看看徐主委的涂鸦喷漆功力如何？哎，很顺哎，很顺。好，那我们就可以合理的假设，徐主委过去应该有从事过涂鸦街头艺术的活动。李总哎有意思哦，用涂鸦跟缝色。这也是客家新浪潮嘛，把各个不同的年轻元素结合进来。好，我们再补一下上色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待会呢我们揭开之后是什么样的样式哦。好，那我们这边呢，当然也要访问一下我们的陈志明秘书长跟那个徐主任委员一起到我们台中间哦哈。好，我们先请他们呢，很辛苦哦，还要穿上这个背心，因为这个喷漆的时候呢，它那个喷的时候呢，会跑到旁边，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很不容易哦，用在现场进行这样的活动，算是非常的大胆哦。哎，那个徐主委，看你刚才喷的很顺手，是怎么样？有练习过是不是？没有，从小一直很期待能够去把人家墙壁涂起来。对，很可爱哦。因为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种街头创作，就像我刚才讲的，它不止过去可能只是叛逆的精神表现，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呢是把它当做一种艺术，所以拿来跟客家文化结合呢，其实非常非常的巧妙。那喷起来手感怎么样？会很难掌握吗？不会，觉得有一种很舒畅的感觉。哦，这也是这个喷漆艺术的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有个人的精神跟感觉。那接下来问问我们的陈秘书长。喷漆的感觉如何？
会让你很疗愈。很疗愈，两位都表示怎么说？怎么说？因为就是有时候压力太大哈，有个东西这样喷，其实也心情还蛮好的。其实现在啊，如果要涂鸦，不用跑到街头哦，在台北，尤其是西门町哦，我就认识几位这个涂鸦艺术家，他们都有工作室。所以像台北市政府呢，其实在文化上面也做得很好，有提供几面老旧废弃的墙面，是让这些艺术家可以去做创作的。所以也许两位长官未来也可以跟我们的艺术家，尤其今天阿修老师来现场嘛，我们可以来跟他学习一下，一起加入这个年轻人的文化。好的，那我们的35台北客家已经逐渐成型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是不是邀请两位长官一起来为我们揭开我们今年的这个主视觉意象？好，我们请工作人员来引导一下。然后我们两位长官是不是一人站一边，跟我们的艺术家陈文修阿修老师？好，那我待会会倒数3、2、1，再帮我们一同揭开我们的启动仪式的主视觉。2022年台北客家艺民嘉年华正式启动，热烈掌声 ！35 years Taipei Hakka， 热烈掌声！我们的主视觉现身了，是由我们的客家意象加上35周年这个重要的数字。同时呢，旁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有我们的街舞、DJ、涂鸦等等的艺术呈现呢，来一同贯穿在我们这一次呢2022年的台北客家艺民嘉年华。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要邀请所有的长官贵宾一同到台上来进行合照、合影留念。35周年很难得的日子哦，请长官贵宾可以一同上台。承蒙客家呢，客家哈起来呢，刚才大家看到我们的主题曲哦，其实它还有舞蹈的 cover 竞赛，所以呢，大家回家都可以好好的练习。从今天13号的中午12点，大家上台北客家的脸书呢，就可以开放报名，总奖金高达6万元，要鼓励呢全国各年龄层的共同参加，希望呢客家文化可以透过这首歌曲呢，持续的传递扎根，成为台北客家的新亮点。好，我们所有的长官贵宾是不是已经到台上了？好，我们客家话哦说很赞是懂腔哦，我们一起比出赞好不好？好，我们一起说台北懂腔，一起说台北懂腔。台北站2022年台北客家艺民嘉年华。好，我们因为要跟上年轻人新浪潮，我们比个小爱心好不好？还有没有那个哪一位长辈小爱心比赞也可以哦？我们一起看前方，有我们的老中青3代共同来参加客家文化的传承上，一路有你。谢谢各位长官贵宾，再请留步哦。我们接下来呢要邀请的是刚才呢台北高中民生国小的小朋友，还有学生们以及蓝地一起上台来。那阿修老师，我们的艺术家阿修老师也一同上台来一起合照，都是我们今天呢活动呢还有贯穿整个活动很重要的艺术家跟表演者。好，我们请我们的好可爱的同学们哦，同学们凯丹来了哈，拿着我们可爱的客家单滚，挑着花布的东西，然后我们一起到台上来哦，有更多我们的客家意象。好，我们请小朋友可以一起就位。今天呢，有很多的朋友莅临现场哦，希望捕捉这个精彩的画面。好，我们是不是先第一张？好，我们第一张就不用比动作，先看前方。我们先看前方。好，我们边排列一下队形哦。我们先看一下前方的摄影师。那我们摄影师哪一位在拍的时候可以举手哦？举手看一下。好。好，我们请摄影师呢帮我们安排一下，我们小朋友要稍微退后一点。好，我们一起看前方摄影师。好，那这个合照的部分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请大家把口罩脱下来，好不好？我们现在防疫呢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可以控制的阶段。我们看一下前方，帮我们比个赞，哈嘎懂腔。好，我们来看一下前方的摄影师。好，为了有一个新浪潮很可爱的感觉呢，我请大家待会呢可以稍微往你的左边比耶，会很好看的。我们看一下，小朋友先放下那个担子。我们待会呢3、2、1，大家各位台上的
用心后朋友，因为笔叶对不对？然后往左边一点点，这样有一个客家新浪潮袭来的感觉哈。我们准备好了吗？哎，把奏片按用，一滴滴的就好，一滴滴的就好。好，我们一起说客家新浪潮，然后往左边看好不好？客家新浪潮，笔叶往左边，好好看，好好看。再左一点，考验你的腰力。客家新浪潮来袭，还是要非常多的长辈一起来共同的支持，传承我们道地的客家文化。好，现在往右边，浪潮来到另外一边了，我们最后一张喽，最后一张喽，哈哈。客家新浪潮来到台北。好，我们是不是所有的朋友都捕捉到了？谢谢大家！2022台北客家艺民嘉年华记者会成功，谢谢大家！